恆域機場穿梭巴士路線是由恆域機場管理局委託馬修運輸營辦，循環來往機場1號客運大樓及機場後勤區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，舌戰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，免費用車。恆域機場穿梭巴士之所有用車均為單層巴士，全數車輛目前由都巴及馬運提供。按照交通局規定，所有用車均須塗上恆域機場穿梭巴士的統一塗裝。在實際運作時，別1、別2及鐵戰只使用都巴車輛，舌戰只使用馬運車輛，其餘路線則共用2公司之車輛。現時此路線 A、別1、別2、D 及 N 號線合共獲派35輛禪層巴士行走，居型分佈如下：10輛都巴富豪 V8RLEA 18米掛接巴士 VBA， 5輛都巴青年 JNP6182GR 18米掛接巴士 YMA， 10輛馬運 ATL Enviro 200mm 10.7米 1110至1119， 10輛馬運比亞迪別 12A 12.1米 2700至2709。